牵伊的手，听伊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止航的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下了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牵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伊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袂等伊琼下本人祝福，将过牵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阿珍，你真的要离婚了呀？说唔定我帮阿伯机会哦。你不用讲爱好无？我哋共啥分开以后，冇听错，你人爱先做得真无先嘅幸福啊！我咧就全都幸福了呀。阿珍，你就爱幸福啊？唔听哦，你冇错的时间，我依然一难过问题啊。按两啥？唔好分开让幸福啊！我家庭呢，你哋阿公默海，全冇效，我爱离婚。既然也两啥，缘分也亲嘞，就好好讲啊，好好分开就好嘛。阿珍要提出离婚哦，同情人家就已经搞的啦。那公婆的事情哦，唔是你都要来管啊，你要管阿姨哦，我个人啊破坏人的家庭。本贵，你要安样人啊？头先人好好，讲变面就变面，像安样个性哦，难怪阿怎么离开你啦？我个性就安逸啦，为什么安逸？本贵，阿妈只係好意呢，你冇安樣好冇？好人要向離婚。阿珍，你摸唔清楚，俾人騙走去嘅。你讓我談清楚哦，我哦唔會離婚啦，我公婆嘅事情唔是你來管。阿珍，韓永儀，你也唔專意哦，我報警就中。本貴，萬是歹勢啦，要幫伊添麻煩呢。也同冇關係啦。阿萬是唔係從細就幫人下到太人啦。冇要結婚嘅，你可能帶到你大學，帶結局算結局，我就講佢偏麥啊，你要向警察嚟撞。全家下就攞到一下咧，係咪攞好？唔靠我哦，真是咧，好好嘅班攞到嘅。你係唔係很多嘅想，係唔係真嘅要離婚啊？唔講係煩惱嘅，唔係離婚嘅事情啦。我驚叫佢做咗梁老師，到時會影響到你嘅生理。你想太多咧啦！我老公哦，冇像佢嘅外表看起來暗惡啊，佢哦只敢對自家嘅婚姻家通數聽聽。家人，你莫看輕佢哦，佢愛迄個世界啦，乜嘅嘢全唔驚，乜嘅事情全會做得出來嘅。你唔是驚，你就帶到亞位，咪慢了哦，本人哭。我來聽書啦，好哈。一個眼板哦，係眼做嘅咩？按你啲嘅一個眼有乜嘅作用冇？眼板，
班呢，硬做阮弟嘞。细个时阵哦，我妈妈一直做遐个培养历史，因为哦，迄个安尼其实很多嘞哦，弟弟在生意啊，要讲去看先生，免唔很需要的咩？佢最做遐个，因为啊，说嘞哦，就看唔会错噶，要看无读。就是的哦。系啊，有一摆哦，硬热到咧，我每个咬一身硬板，本硬眉毛。来，老板关键来。是啊，姐。哎。他行啊，不需要谢啊。哦。念书来哈。哎，先生，你要点吗哈？这边老用啊。哦，蜜鸡毛煮汤好吗？一便宜呢。新菜有熟了。哦，好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時間到，喺呢又得個來號咧。哦，睇先啊。你还来干什么？佳怡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跟你说了，你走吧。佳怡，没见到你我是不会离开的，请你开门好不好？佳怡，我们两个已经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你有没有听懂啊？佳怡，你听我说嘛，佳怡，请你开门好不好？开门啊，佳怡，佳怡，你开门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佳怡，你开门啊，佳怡。来啊，来，亲戚们煮汤哈，慢用。哎呀，唔看啦，遐丢脸呢，安尼玩喏。是嘅，可以哈，講要俾馬背，不錯啊，要同阿珍講，你千萬唔好出來咧。有啊，遐丢脸哦，正年踢潮過了啊，一天哦，迄本被青年人鬧死的。我講啦。有嘛难说啦？要说所有东西拿不说。啊，兩位先生，係先咧，喏，面前冇客人會要，係睇鹹呀睇淡，冇用，大分份半哈。來，把妹按都是，莫管都是。用我人講咯，我喺你們嚟調價用了，跟然下嘅叫嘛吹無萬字，我係決定一個人先住起嘛，嚇。你嚟講，我當然就冇關係嘛。好啦，嘿，好。姐姐，來，你好。你看下點有誒嘛個東西啦？哦，有個跳絲啊。跳絲啊？因為啲酸啊。唔會啦，跳絲唔會酸嘅啊。會黃菜絲嘛？唔會啦，誒你咪慢料嘅東西冇可能按你嘅啦，嘿。呢班我哋唔可以算錢咯嚇。
新鲜，是我叫厨师啊，现杀现煮的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你刚怀孕，你跟宝宝都需要营养。汤都凉了，我帮你热一下。山珍肉还有3包，豚肉有2包，虾仁有2包，牛肉没2包。海虫啊？海虫没有2包哈。哦。过来我抢菜啦哈。抢菜啊看，抢菜油啊，抢菜笋呢。笋丝没有，泡菜没有，副包没含有2-3条。春暗多。哎呦，葱的了对啊。安尼天公就唔是真好嘞啊。啊，要动我哟，啊强爽。冇听错哦，要给你哦，就慢慢就模拟下上来吃东西了。讲话小三条的啦，甲阿珍当同事唔哦，都是去发发多用怪技的嘛。因为要安尼吼。按好个小每年，甲本按查个老公啊。佮每3年的命无共样的嘛，所以阿珍的命较坏，嫁到安样老公。安尼啊，迄讲阿珍个老公坚持唔肯离婚，但你都要为人闹事，安样解散咯？咁咪冇办法，咁咪行一步算一步啊。当时因为答应阿珍，讲要保护佢，对嘛？要支持佢啊。未满6个人，总唔得分骗人欺负佢啊？当然的啊。哎，阿姐，等下个糯米粉末嘞，你出样去买啊？唔是买吧？要给你按手，我看哦应该来用啦。讲法世上条阿珍要本佢多做事情，其实唔会犯我讲佢对了他呆，唔会拍死拍败啦。对吗？好啦，糯米粉。你先进公司吧。怎么了？到头来，我还是见不得光。嘉义，国俊，这样还要多久？你要我一辈子做你的地下情人吗？再过不久，我的肚子就会变大了，我还能进公司吗？我要怎么跟大家解释啊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吗？就算你要享其人之福，也该有个解决之道吧？这样子算什么啊？嘉义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你不要太生气了，这样对宝宝不好啊。嘉义，嘉义。阿珍，我就弟吼，你要相同的吼，哈，安尼只。我基本伊容易出来，系为到培养事情啊。我希望你，我个系咪千米万的永远好冇？
唔讲嘛，我要唐磨啊。哎，你两人的事情，你好事了，是为咱冇相关的因呢？别起迄无相关嘢，咱在意做嘛咯，咱咱衣服下去。文贵，歹势啦，我无应该按讲法。我哋哦，跟咪名两嘢对因同情同好啦。既然迄个朋友，咩爱文贵嘅朋友，我用咩为难朋友咯？阿泽，听我转去啦，你无在我身边哦，我的身份一点意义都冇问题啊。我请你莫哥讲咧，好冇？我求你不用讲啊，我真是冇法度，讲人求我身份下去咧。阿泽，拜托你，我本来白机会，我一定会改。太势，我真是冇法度咧。你每帮我离开，哎，你两人的感情是不是因为他少？由于我真是无恨你的。我讲你很爱，我咩冇离婚，我无过生活啊，绝对冇离开我。我根本也实在不如果容了俩见面，结婚来当然，我想唔到你系一个按摩光头的原因。阿珍，拜托，人用我咩故意往你啊？听我讲，本来得以为好。我冇法度，我真是冇法度咧。你给我你笑我，我就死问佢。你唔是讲行爱咧，干冇好诶？还唔系讲相信你咧？哇！你就按讲啊，按就冲下去。如果你怎么跟他起誓，我要自杀，做鬼没冲啊！我个阴谋人好冇？阿妹啊，我去买糯米粉了哦，俺们就转哈。喂，你慢了你哈。哦，许德昌哦，他不在耶。6万块？你是说许德昌在你们银行用现金卡借了6万块？哦，好，他回来我会跟他讲。哎，谢谢。比赛啊？比什么？嘿，那边你有丢东西吗？有啊，那块，快点，换你，哦，快点。啊，哎，快点，拿耳朵啊，头发，快点呐！好，等一下，你先讲那个你那个丰肉计划进行得怎么样？别提了啦，我赶报告都没这么累哎。为了接受我哥啊，一个晚上调3个闹钟，我2个小时就起床一次哎。弄得我都睡眠不足，你看啦，我都完成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真的哎！还有这里啦，硬得跟石头一样啊！吹一下水。哦，更糟糕的是这里。啊，都掉头发了，龟剃头哎！不是啦，是头痛。哦，我觉得我就像误闯森林的小白兔一样，每天紧张兮兮的，就怕被我妈跟我大姐发现。哎呦，你阿 Q 这方法根本就行不通嘛！哎，我阿 Q 也是为了你哥好啊，不然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嘛？说的也是，现在只能这样，劝不听，只好围堵，以免后患。是哦，围堵久了，总有一天会山洪爆发的哎。哎，不过哈，话说回来，那个秀玉姐哦，魅力真的很大哎。你看你哥哦，为了忘记这个失恋的痛苦啊，迷上了赌博。哎，这个爱情的杀伤力真的很可怕哎。我觉得不见得哎。我哥的个性那么像小孩子，他只要有新的玩具，很容易就陷进去。哈，你是说你哥把秀玉姐当做玩具啊？不是啦，那乱说什么东西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哥会迷上赌博，其实不能怪秀玉姐啦。哦，照我这样看来哦，其实我哥对秀玉姐的感情也没这么深啊。所以说他是因为失恋所以才迷上赌博，只是一个借口。哎，说的有道理哦。可是哦，我哥真的也很笨呢。恋爱跟赌博是成人世界的游戏，根本就不能轻易尝试啊。他不懂还要去碰，碰了自己满头都是包。笨蛋，真
真的是个笨蛋。啊，公主不要再生气了，小心伤了玉体啊！赶快来尝一块番邦朝贡的圣品，快点，消暑哦。说的是，对，快。哎，娘的啊，看你他妈庸凶啊！终于放心啦，因为拿你加钱。没啊，我都对我吃饱，这位啊，嘿啊，吃饱。係香啊！我食啦，強下食啦。嗯，我冇客氣啊。係啊。小曹啊，今年氣色越來越好啊。氣色當然好啊，那答案嘛，說得清楚了。該，你還有氣該嘛？冇咧啦。哦，好天，你们知道俺是用啥？当然为种件事情，谁都不会信的嘛。是这样要证明而已啊。假使这样的啦，俺就用啥？就对不起人家呀。錯，俺就錯嘅啦。該東西要嘛，搞搞啊，先至說，車隊做沒認真啊。好啊，但常常有遇到什麼事情，遇到個事。長啊，樣嘅啦，反正算埋意啊，唔怕，等下要嘛，嗌通你檢查，改變手機哦，醬要等一下。你莫搞这个买主意啦，我得找买来走。你假使哦，有证明而已，我用干啥啦？原来你在这里啊！到处找不到你哎。外面有位先生说要找你签约，好像是客家文化节的合作厂商。签约？我没有约什么人签约啊。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就是说要找你的，而且已经在外面等很久了。你要不要赶快过去？对，好。哎，你最近怎么啦？常常看到你在厕所里面吐哎，是不是吃坏肚子啦？最近天气不好，可能要注意一下哦。我没事，谢谢。生气什么啊？我看八成是弄出人命来了。哎，许小姐你早，毕信赖。好，你好。哎，我是代表郭家庄呢来跟贵公司签合约的。哎，唐讲你迄美满楼二小姐迄嘛？那其实可以签合约咩？请问一下，迄嘛唔抢来的哈？哦，前几日除非打電話通知我過來簽呢。哎，有冇問題冇啦？人家就基本上咧開飛的時候呀，細節部分還蠻確定，所以冇辦法搶入哦。哦，一細節啊內容嘅部分吼，前幾日差不多係講好些嘅，差不多入邊，你看一下咧。迄假使講冇問題嘅話呢，也合約吼，就做得。歹勢吼，那像男女不然有點問題，搶都要到等一下。这边来干什么？这里都是烟味，对胎儿不好。那个郭家庄的赖先生是你找来签约的吗？哦，我们不是沟通过了，只要你们双方面把细节部分谈妥，就可以签约了。细节部分谈妥，我有资格谈吗？还是你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谈好了，就等我乖乖画押？嘉颖，你未免太不讲道理了吧？大家已经决定把这个案子交由郭家庄来接。你又是专案负责人，本来就应该由你出面谈合约的事啊。大家可不包括我这个专案负责人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昨天晚上在我家外面等这么久，就是为了献殷勤，要我今天乖乖就范。你别胡说，你这样根本就是公私不分嘛。请你理智一点，赶快去把合约的事情处理好。这个约我是不会签的。
你不去我去。不准！让开！医生，大人平安无事，不过小孩子没有保住。那请问一下，妈妈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？她现在状况还好，手脚擦伤，不过她是从楼梯跌落，所以需要住院观察，看看有没有脑震荡及其他并发后遗症。医生，谢谢你。病人现在在恢复室。待会推到病房，你就可以过去看他了。谢谢。孩子没了，我到底应该高兴还是伤心呢？我做得咗姨媽，出咗人叫，我驚睇下我翻到嚟。留下来，不懂吗？俺唔错，俺唔错，俺就慢对，俺就慢对咯。难怪你看看，难怪你看看，俺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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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鬼，你莫講硬用啦。唔原諒俺嘛？我要原諒冇原諒，咁就很重要。當重要。梗係原諒你，不過做得先幫我轉嚟冇，行有乜講，我睇到街，你咁健體哦，睇㗎啊！俺沒有答案啦，俺要送轉去。你也送我轉去？係啊，我禮拜後真係改，俺媽親戚在答案，妹妹先生養認同，我要證明俺誠意，我哋還是帶人轉去。你沒去，那我死心吧。你相信俺，我要做本開。公司临时安排我出差。对啊，等一下要出发。我不在家，你自己要注意安全。有什么状况的话，打电话给我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回去吧。我在这里陪你。孩子，是不是没有了？
之间的联系也没了，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佳怡，医生说你现在身体很虚，最重要就是好好休息，别想太多。我留在这边陪你的。阿妹，歹势啦，之前哦，唔爱讲反对啊，阿真带了吼，唔得通照顾佢，唔爱滴啦，佢看牌哦，阿真就带了好嘞吼。阿珍，过来。好嘞，安你滴嘞？哦，歹势，咁冇事情，我先来走吼。你又了这么干，又会打你呢？嘎子。过来啦。歹势，我来走。陈静，哦，陈静，你有没有流血了？过来。有冇呢？叫佢拿药佢啦。啊，就可以啦。佢做嘅嗬？你好咯？唔係啦，本佢徛到係黑矮，我都會白到天啦。啊，幾時落去咧？夾嘅啦。我就冇錢都拿到嘅。哦，正運動超高啊！來，他細啲點。說。绿茶就会按麻烦，这样会好事啦吼。阿珍啊，我记得哦，今日迄文贵去请人个，不过千万总唔能去请佢哦。佢遐个人哦，脾气时好时坏个，就像火药穷样啦。迄个哦，你读到几不点嘞？我听说会发生嘛的事情呢？歹勢啦，要搬到小矮咧。又來咧。快啲啦，我唔會先才講歹勢。基本哦，我看到佢停電你轉來，我真經嚇死嘅呢。你唔係講佢係火藥，根本嘅哦，只係冇爆炸聽聽啦，嗰種人哦，就像狗啦，好事事，佢哋還會打你哦，一生你就會打你啊。好嘞啦，唔記得個事情都會亂講。人哪有亂講法啊？有報告講哦，家暴哦，一旦開始就會再過來啦，100個100，100個100。大半年哦，就會使你講好話，等於原諒佢哦，佢就像冇事情樣誒。一段時間哦，佢還會打你啊，就會安尼哦，動到嘅朋友本打死佢啦。真嘅？安尼要點嘅喏？簡單啊，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。你係警察哦？保持距離。我係問你講，我娘係每本文規接群阿珍啊。我想有佢打人嘅證據，安樣就做得去法院申請保護令。
永做得按样做？永远做得啦。家暴法哦，就会保护家庭的弱势受害者。哦，还有哦，迄个哦，佢无想要离婚哦，你还做得去法院诉请离婚呢？我嘛唔係真嘅我哦。嘛啥係我嘛？还有啊，根據民法哦，阿珍只還做得哦，要求佢賠償身體還有精神上嘅損失。其實哦，我唔會去賠我錢啦，我是希望佢做得到全人嘅離婚。安尼啦，天公日哦，我帶你去醫院驗傷，殺好了二娘說，你再看看。好。好嘅嘛哈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來來來。太子，我聽數嘛？唔識啦。冇，我先上班啦哈。地聰。啊？乜事情？我接到銀行打電話嚟講，買6萬扣哈。幾多個嘛？嘅做係做係。你留銀行價錢做乜用呢？哈？我講快啊！我都在問你誒。地聰。不管發生哪個事情，我希望你做得老實講出來，好嗎？你係一家人啊，係講你遇到乜事情，你做得聽數咩？啊？講啊！我老實老你講，你做唔得發現哦。哇，你講。我那一晚都叫蘇太錢。你要你？我看咯，答案都3個半樣鐘來，可能外面啊，做講神呢，人人在都叫什麼？從細我喺陽江，我感覺要求人要穿太前。我是希望講，人哋啊腳踏實地，安安分分過日嘞。你安太大，你只要用價錢，你要用飯，用台灣，用槍的嘛。從古啊，都叫佢侵犯的習慣對嘛？你搞槍阿爸一生人溜溜飄飄的嘛。俺没同伴，但是有条件的。工作喺度實體嘅啦，再來不甲天數，我收月幾錢，按月同扣。阿妹，咁冇想我自條路啦。咁你想用飯咯？阿妹啊！地聰佢一老實嘅啊，佢係因為哦一時糊塗，真係做唔錯嘅啊。你看佢啦，咁苦到安尼啊！你唔是罵佢哦，佢自家就老自家罵到會死哦。佢係啲啲做唔錯嘅啊，錢哦，佢一定會想辦法還的。你就幫佢轉移上來好嗎？我心當痛的嘛。佢仲要上班啊，佢又要過好快啦。佢仲嚟不靠啲做事，我做得看得到佢啊，係冇？
最近怎么这么不顺啊？为什么什么倒霉事情都找上门来啊？我原本以为是天衣无缝的，没想到还是让我妈还有大姐知道我哥赌博的事情。哎呦，害我辛苦这么久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有啊，我有在听啊，我有在听啊。还有那个阿珍姐啊，她最近决定要跟她暴力狂离婚了。可是那暴力狂竟然不肯答应所以这又是个难题。我只能说，美满楼最近这不是个吉地，气氛简直就糟透了嘛。哎呦，你不要在那边唉声叹气的啦，你换个角度想啊，你应该要开心开心？对啊，你看你现在就不用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的盯着你哥啊，这样你就不会睡眠不足、腰酸背痛的啦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，我宁愿我自己辛苦一点，也不要看到我阿梅这么难过。其实我还蛮羡慕你们一家人的，感情那么好。我阿梅一个人这样辛辛苦苦把我们这几个小朋友养大，照理来说现在应该要享清福才对，可是还在为这些事情烦恼。我认识你那么久，我不知道你那么孝顺我当然要孝顺啊。如果现在举办那种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选拔大赛，我阿梅一定是第1名。为什么？你以为你们家小孩加起来有4个人就很多票数哦？我跟你讲，我认识一个人他们家兄弟姐妹加起来就12个人呢。蔡瑞美，我在跟你讲正经的事情，你在那边开什么玩笑啊你？好了，我跟你开玩笑的嘛。快点，你的冰都融了，赶快吃啊！嘉许，如果我是说如果啦。如果有一天你爸回来啦，然后他赚很多很多的钱啊，那你会不会？我没有爸爸，我只有阿梅。好，难得放暑假，不要不开心嘛。走，我们去找阿 Q。找你阿 Q 干嘛？是要带我们出去玩啊。不要，我没有心情。哎呦，不要这样了，走了。嗨，江颖，奇怪，慧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住在这里的病人呢？你说的是许佳音小姐吗？对。她今天一大早就办理出院手续，已经离开了哦。出院了？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请问一下？没事，谢谢。青山流水何处寻？重逢难依旧不移。千里眺望故乡河，遥远的人，初恋没爱你。冬夜抚琴也渐起，如是故人须扬起。青山下攀爬高峰，你也潇湘，无言又抚琴。玉发将要飞向天，往事隐隐在
6年长度。